主后2024年3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以为兴旺，我为衰微。圣经，咱做来听读马可福音第6章第7到29节。伊调集12使徒来，找因两个出去，互因有权柄通制压邪神。伊吩咐因出门的时，馆仔以外，啥物拢毋通带，毋通带食物，毋通带女兄弟，药袋内面毋通带钱，只有穿凉鞋，毋通穿2领内衫。伊阁问因讲：恁无论入去啥物人的厝，着带遐到离开迄所在。无论啥物所在，人若毋接纳恁，毋听恁的教示，恁离开的时，着将骹年的土粉搬掉，表示对因警告。使徒就出去传道劝人悔改。因阁赶出真侪鬼，嘛用油抹真侪病人，甲因医好。希律王有听到耶稣的事，因为伊的名传遍逐所在。有人讲，伊是施洗者约翰，对世人中告我，所以有权能行遮个神业。毋过嘛有人讲，伊是以利亚，阁有人讲伊是先知，亲像古早的一个先知。希律听到就讲，是我甲伊斩头迄个约翰，伊有告我。希律有派人去掠约翰，甲伊链伫假年，原因是希律有带小弟腓力的某希罗底做某，因为约翰定定对希律讲：你带小弟的某无合法。希罗底心内对约翰抾恨，想要甲伊刣，毋过袂当照心愿。因为希律惊约翰知影伊是正义阁圣洁的人，有甲伊保护。希律逐遍听约翰的话，非常不安，毋过真爱听。希罗底的机会来啦！希律做生日的时，办宴席，请文武百官甲加利利民间的领袖。希罗底的查某囝入来跳舞，互希律甲在座的贵宾欢喜。王甲迄个查某囡仔讲：看你爱啥物，做你求，我拢要互你。希律阁对伊宣誓讲：你无论求啥物，连我王国的一半嘛会互你。查某囡仔出去问伊的老母：我着求啥物？伊的老母甲伊讲：施洗者约翰的头。伊随时赶倒转来，对王要求讲：请你随时将施洗者约翰的头壳放伫盘呢，互我。王的心非常艰苦，不过已经伫贵宾的面前宣誓，无甲伊拒绝。王随时找一个警卫去摕约翰的头，警卫就去假呢斩约翰的头，将头壳下伫盘呢，放来互查某囡仔，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。约翰的门徒听到就来收伊的身尸，甲伊埋葬伫墓里。伊要兴旺，我为衰微。耶稣差派12使徒，互因带着权柄出去传道。毋但有赶鬼的权柄，也抹油互真侪病人得到医治。因为使徒的行动，耶稣的名声传扬真紧。若是迄位杀害施洗者约翰的希律王，却认为是施洗者约翰活转来。施洗者约翰是为耶稣开路的先锋者，伊有过
迄个得要来的耶稣能力比伊搁较大，搁谦卑为耶稣施洗。不过施洗者约翰却因为诚实指出，希律王无应该带兄弟腓力的某希罗底，就遭受希罗底设计杀害。施洗者约翰为耶稣开路，接续有12使徒跟对耶稣，搁受差遣传扬福音。当希律王听见关系耶稣的一切代志，用伊的信仰来看，无啥可能会相信搁活。毋过残害无辜者的罪疚感，互希律王认为施洗者约翰透过甲死亡世界接触，得到行异能的神秘能力。希律王虽然看若亲像掌握着杀生大权，毋过面对搁较悬的超自然能力的时，却简单会当伫家己的罪恶中猜忌惊吓。耶稣所带来的福音，互人心肠的鬼受赶出，互破病的得到医治，福音通得到传扬。12人愿意谦卑互主使用，毋管是施洗者约翰，还是12使徒，因拢诚做兴旺福音的使者，互耶稣的名受传扬开阔。台湾基督教教会伫台湾建立超过150年以上的历史中，咱也看见上帝不断呼召伊的仆人，伫各地建立教会，搁设立教育、医疗、社会服务等机构。教会透过各种面向的服侍，诚侪台湾人民的祝福。上帝差派的仆人伫大领域坚守岗位，实践疼上帝和疼人的信仰宗旨，互福音的种子伫各地定根发芽大长。伫今仔日，也有真侪跟对主耶稣的人，愿意诚做福音的使者，期待伫无同的所在兴旺福音。这人可能是教会的长职同工，可能是敬拜团的团员，可能是教会的小组长，也可能是受托管理学校、病院甲机构的董事。无论踮伫倒一个位置，咱拢对主耶稣承接传福音的权柄。这权柄毋是互咱掠做家己通高高在上，出在家己的意思，要创啥就创啥。这权柄提醒咱，拢是白白领受上帝恩典的人。上帝愿意使用咱，发挥无同的恩赐甲才能，互人受主得着。若咱掠做即个权柄，是要互咱彰显家己，互咱有舞台来成就家己。若你所彰显的，就毋是上帝的权柄，反倒亲像希律王滥用权力，落尾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伊要兴旺，我要衰微。除了是施洗者约翰的信仰告别，搁较期待安尼的宣告，诚侪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服侍心志。毋管踮伫倒一个位份，愿咱会当诚侪忠心的受托者，愿意行伫正直良善的道路，互基督的名受高举，福音受传扬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愿意谦卑受主差派，行主所欢喜的，互主的道兴旺？我是毋是愿意谦卑受主差派，行主所欢喜的，互主的道兴旺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耶稣，愿你帮助我定睛伫你，我靠你，互我的手所做服侍，通荣耀你的名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
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